好多時候啲觀眾問我咧，點解可以食極都唔肥啊？其實咧，我都會食肥噶。早排成日食自助餐，搞到真係有肚腩啊！我都已經盡量做多啲運動，希望減到個肚腩啦。點不知望一望塊鏡，我真係頭都暈啊！再度一度，死啦，成27寸腰啊！我都唔知點見人啊！好在我揾到救星咋，就係呢一隻啦。佢係香港名牌 Collie-G 柯麗健旗下熱賣嘅瘦身產品 Collie-G Kelo-Cut 懶人延卡啫喱啊！喺萬寧可以買到㗎。喺餐前配合 Collie-G 嘅 Kelo-Cut Jelly 吸油海綿技術，佢嘅超強吸附力喺腸道裏面將澱粉啊、油脂啊、糖分都會包住排出體外，亦都唔會影響食物裏面嘅營養吸收。只要做到減少吸入嘅熱量，就可以養成到易瘦嘅體質啦。Kelo-Cut 含有專利抗電子油成分，當中嘅美國專利白腎豆萃取係天然嘅澱粉阻斷劑。餐前食一條可以阻隔66%嘅澱粉吸收，同時咧可以促進甜食類產品嘅代謝，減少脂肪嘅堆積㗎。就以進食一碗白飯為例，正常白飯熱量會完全被攝取，但係食咗 Kelo-Cut 之後，只有1/3碗白飯嘅熱量係會被身體攝取嘅啫。瘦身時配合 Kelo-Cut，可以唔需要忍口同捱餓都可以輕鬆咁樣瘦身啦。我食咗 Kelo-Cut 1個星期之後，完全冇做運動嘅情況底下，居然可以減到2寸腰圍咁多啊！真係開心到我飛起啊！估唔到咁快就有成果。美味嘅 Kelo-Cut 唔使用水送服，可以當零食，輕鬆又方便。每日食一條，如果食放題或者大餐之前呢，可以食多一條，減低個罪惡感啊！而且我發現 Kelo-Cut 比起市面粉狀嘅阻隔熱量產品，效果同味道都更加好啊！怪唔之得係全港最多 YouTuber 推薦嘅減肥產品啦，真係信心嘅保證嚟㗎。之前有第三方檢測機構報道 Kelo-Cut 可以抑制升糖達70%，更獲評級為最安全嘅等級，係萬寧安全同功效最好嘅推薦。Kelo-Cut 特別適合鍾意澱粉類主食、甜品愛好者同埋生酮飲食嘅人士，仲有減肥人士進食。另外介紹埋佢隻姊妹產品 Slim Pro 極瘦菌，臨瞓前一包將200億瘦菌定植腸道，只要增加腸道嘅瘦菌就可以提升基礎新陳代謝，防止脂肪合成。淨係食佢1個月瞓住都可以瘦2K啊！如果你想阻隔熱量，同時提升新陳代謝， Kelo-Cut Jelly 同埋 Slim Pro 極瘦菌都喺萬寧嗰度做緊優惠價，兩隻一齊食，瘦身效果更加快啊！記得去呢一條片嘅資訊欄度攞埋萬寧嘅優惠券，仲抵啊！有咗呢一個 Kelo-Cut 嘅懶人延卡啫喱，我點食都唔驚啦，fit 住食啊！